台湾的文学真多元、真丰富，台湾的文学创作环境也真开放、真自由。加上翻译者的投入，互咱台湾文学伫世界上，互搁较侪人看到。文化部伫今年也要举办头一届的台湾作家节，要做回来打造属于台湾的文学节。法国作家的作品《小王子》透过翻译，伫真侪国家流传，伫台湾也互人翻做台文的版本，反应真好。也若台湾作家蔡婉璇的台语诗，是经由瑞士学者翻做德文，也互国际注意到台湾的文学。文化部表示，台湾有真侪优秀的文学作家，这几年来伫国际上愈来愈受到关注，也经由翻译，互作品下过语言和国际交流，所以按算伫今年举办头摆的台湾作家节。台湾作家节就好像意味着台湾作家终于要出头了，然后台湾作家终于要创造一个属于台湾自己风格的独特文化的一个文学作品的时代终于来临了。较侪人来读，较侪人来参加这个活动，安尼这个文学就会愈行愈好，啊，咱这作家嘛愈写愈顶真。台湾文学馆馆长表示，台湾的文学有真侪多元性，有文化、历史、语言发展等等。希望台湾作家节会当做一个交流的平台。7.0也表示，这届的展览有60位国内国外的作家，加上30位艺术创作者的参与，是下世代、下各界的交流。一起来打造这个属于台湾的文学节庆。那我们希望它是交流的中继站，同时也是前进未来的能量场。那我们也借着作家节为一个平台，就是让这些译者能够跟作家们，以及跟读者，以及跟未来可能的译者做一些交流。第一届台湾作家节伫11月开始，为期3个礼拜，和台北、台南、台中拢有串联，内容有展览、讲座、表演等等30外个活动。目标是要打造台湾文学的国际品牌。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